小姐，你干什么呀？离婚！离婚！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如果就这样走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的，下辈子、下辈子都不会。出来，快给我出来！你走了吗？你真的走了吗？走得好，你跟天上的小公狗，还说我虐狗，明明就是你虐待我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为什么？小公狗，你以为你走了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我是冯小强，冯小强，冯小强！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一定。好歹也是家长，你应该注意点形象。小公狗，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，青年将士。看你哭起来跟花猫似的，你哭出来的样子也太难看了吧！你不是走了吗？你回来干嘛？回你的古代去，永远都不要回到我的生活里。别哭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丢下，都是我不好。别哭了，你再哭的话，我就真的走了。我走了。你看，又多了一张千人丑照。这臭小子！等我呀！回来！别跑！你个小坏蛋！
哎，姐，那个叶波好像真的被你骂走了。我最近看他都没有怎么来烦你嘛。不过这样也好啦，省得他老是来烦你。哼，像他这种富二代啊，就是3分钟热度，风流成性。还好咱们端着没上他的当。说完了吗？有时间在这说闲话，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好好做事儿呢。姐，我以为你已经很讨厌他了。这几天我都看你不开心，我想说说他给你解解气。哎呀，还说啊，姐，我在那边煮咖啡呢，我去给你冲一杯，你消消气啊。就知道你不靠谱，让我等等等，等的头发都白了，还没看见你人影呢。太好了，不辜负我追了你们 CP 这么久。叶波，什么鬼啊这是？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让福生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。真的吗？太上皇，鳄鱼哥呢？不会走的是他吧？不是的，我让他去办了点事情。呼噜哇，呼噜哇！姐姐，你说你是怎么找到太上皇和皇上的呀？你不是说他们要坐飞机去很高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吗？为什么会去幼儿园啊？秘密。耶！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秘密。哦，很多啊。父皇，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要说要你干妈是蠢女人，因为她是天下最聪明的女人。这吃饱了，柔儿，真想出去玩，你和福生陪我去吧。去吧。好，皇上，起驾，走，走喽。